記不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着一份渴望放入這背囊，扎根也好，旅居也好，也許你還未知道答案。為了找人生不同形狀，未知的放手去擁抱一趟，換個比回憶廣闊的視角，乘着逆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廣，沿路寫下我。長夜裏看找什麼，才值得你為曙光，為明日向往。儘管會不安，亦有些迷失不能名狀，大風吹，太多見解已聽過，你想聽無非心裏的直覺，乘着那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廣，沿路寫下我。長夜裏看找什麼，憑什麼你協訪，為明日沮喪，仍然有願望。乘着那風，沿路感覺，何其遼闊空曠，流淚的過雲雨，或遙望晴朗，讓一切沒定案。咁喺成功嗰度做咗條條街道啦，再嗰個景就變咗第二條街、第三條街咁樣。咁我係盡量係用咗參考資料還原翻8、9成出嚟嘅。你估會睇到係喎，我睇到咧就係一模一樣嘅成集。咁因為咧其實好熟嘅嘛，咁我喺內地我諗翻就可以熟啲。同埋牽涉方即係可以及到動作機位打鬥，咁我哋就兩大天元可唔可以係做一個自動剪片，做咗10幾條，咁就喺個廠裏邊配合戲劇中要不斷轉換攤台啊，